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？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。孔子说过：过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，有违天理，即除安可奈的光明坦荡照虚至天山之收远然。太极主动属气天，黄极主化属象天。道即理，理即道，虚灵之妙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又生三。道即是理，理即是道，至虚至灵，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。诸黄母与人。